通知工作人员，谢谢您的合作。铃响后开始启动。 背后的安全带由上而下斜套在身上，电门踏板在您的右。方向盘请转到底就可以倒车。 Oh!
我咧惊你咧！哦，你怎没看起来啦？哦，老你老婆都无该方向盘请转到就可以倒车。哦，你老婆差。血光人。